新闻头起先先来看在起双十大会，总统赖清德发表就职以来第2届的国庆文告。总统强调，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档。虽然面对真侪挑战，不过台湾人犹原展现韧性。另外，针对台海局势，总统宣布打造防空系统“台湾之盾”，呼吁中国要放弃用武力威胁台湾。 总统赖清德就职第2档发表国庆文告，以真正的力量来当关键力做主题。总统表示，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档。9月7日，台湾解除戒严的天数超过戒严的天数，特地来告别威权体制乌阴。今年嘛是台湾发展的一档，面对世界不安的局势，各美国关税影响，台湾人民无得惊。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，反而创造了国际称羡的经济表现。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报告，将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由3.3%大幅上调到5.1%，是亚洲4小龙第1名，也超越了中国。 针对国家未来30档的国政环境蓝图，总统强调会扩大投资，推动 AI 新10大建设，打造台湾成做亚洲资产管理中心，创造100万就业机会经济战略布局。我们要推动 AI 新10大建设，除了让台湾成为全球前5大的算力中心，也要积极投入量子科技、矽光子。 与机器人等3大关键技术的研发，协助百工百业导入 AI 工具。总统讲，今年嘛是立政中正80周年，立政的结果显示，侵略必败，团结必胜，和平必须要靠实力。总统表示，2030年之前，咱的国防预算会达到 GDP 5%，来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。总统表示，打造台湾之盾，建立严密的防空系统，伊嘛向中国化为。 加速打造台湾之盾，推动建构台湾分层防御、高度感知、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。我们也期待中国能体现大国的责任，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2战历史文件，并且放弃。 以武力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，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。针对这届华人的灾情，有真侪民众主动去华人救灾，目的只是希望受灾民众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总统表示，真感谢所有救灾人员。每一位产值超人产出的，不只是厚重的淤泥，帮助灾民重返家园，也是一道道希望的光。 温暖每一个人的心，更证明了台湾人在面对危机时，拥有无比强大的韧性，有决心来守护自己的家园。总统强调讲，一个确定的台湾，会是要确定世界一个重要的稳定力量，也继续来带领国家团结一心，勇敢向前行，影响如何美好的未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